门友邦正式开始，伊要去海地进前有先过境美国纽约，伊伫今日半暝3点的时已经到纽约。美国在地协会主席嘛有亲身去接机，伊嘛头摆以咱总统的身份公开伫外馆办活动。目前在我们的左方有10架 F-16型战机接近中。国军 F-16战机陪伴总统出访的战机，总统蔡英文的自由民主饮食之路正式启程，随特别访问 Caribbean 友邦、海地、三省等4个国家，期间会过境美国纽约和 Denver。我知道过去2-3周大家压力都很大，很多人都熬夜没有睡。不过为了台湾的外交，请大家要打起精神，上紧发条。这12天，我们一起来打拼。起飞了后40分钟，蔡总统透过广播鼓励随行人员，也表示希望透过媒体的力量，让全世界拢知影咱台湾的好。飞了15点钟，专机总算到了纽约。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James F. Moradi 亲身接机，正日前甲总统握手，也个因清楚看到蔡总统有夹一个台美国旗的徽章。蔡总统一抵达纽约，就坐上美方特别准备的专车，要赶往台湾驻纽约办事处。晚上将会出席友邦联合国常任代表的欢迎酒会，这是我国总统第一次在纽约与联合国的常任代表见面。记者欧文荣、王家宝美国纽约采访报道。嘛是上新的消息，这是伫咧新北市的树林，一间做枕头棉被的加工厂透早火烧厝，因为厂区拢是布料，火烧甲真猛。消防局出动180个消防人员去拍火，200平的厂区烧了了，好佳在无人伤亡。黑暗中为铁皮厝一直清出火，伫新北市树林区公务街一间制作枕头甲棉被加工厂。惊饭店警报器发出真大声音，工厂4个位拢着火。消防局接到消息了后，赶到现场，有真侪水线在拍火。它是其实登记是纺织业哦，可是我们目前初步了解，它是有点做枕头的一个工厂。那因为里面也存放很多布料，所以我是一发不可收拾。因为现场是铁皮厝烧炼工厂，加上内底有放真侪布，大火拖了真紧。初步估计，200平厂房是拢烧了了。为了惊大火烧到隔壁工厂，消防人员嘛出动破坏工具，将铁皮加好开，人立起来咧拍火。我们总共出动180个消防同仁，以及各式车辆90部。初步我们了解现场是没有人员受困的状况，那我们也初步在做最后的一个抢救。抢救过程中，现场因为破坏铁皮车地掉，和真侪条水管破去，造成水压不够。消防人员刚暂时先把水管包起来，继续拍火。火力加在差不多1点钟，就初步控制火势，详细导火原因再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甲乡亲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澎哥日报》。这是立法院前秘书长林锡山洪指控讲，伫伊任内收乌西收8摆，金额有2800万。另外嘛，洪抓着讲，伊有2亿4千多万来路不明的财产，互检方起诉11项罪名。最高法院昨昏判伊其中10项有罪确定，总刑期36冬，这个月19爱互抓去关。来看《中国时报》，教育部准公共幼儿园政策。全国第8月初1要开始实施，目前签约的大约有1033间，因为6都也有新竹的幼稚园费用较悬，下资格的签约的就较少。来看是《联合报》，捌参加韩国合作抓到诈骗集团，也有卖毒集团的刑事警察詹兴仪，伊摕到国际女警协会表现杰出奖，是咱台湾的头一个。中营罢工结束啊，也毋过有一个姓关的空服员，伊私底下私人的对话漏泄出去，讲伊要伫咧飞行机顶头食的物件，食物内底要变规变加料。昨昏互中营公司是透露，公司即马嘛要追究伊的法律责任。日前一名中型空服员郭志恩伫私人内对话中讲出被资产加料，因为涉及惠安公司报警处理，也进行内部约谈。中型航空早起召开侦评会，经过3点钟认定影响惠安经济重大，决定将伊编辑。认为郭姓空服员的言行
明显的违反公司客舱组员的管理办法，对公司员工有职场上不法侵害之可能，然后违规情节重大，然后因此予以免职处分。中营航空表示，加料讲话严重影响机舱地属甲飞安作业，将继续调查伊的不当言行，所涉及的民航法、刑法等法律责任，也提高相关事情予警方调查。一部工会紧急调开记者会，力挺郭志恩，因为为年初发生国外旅客强迫空服员协助去便所，伊就徛出来争取员工权益。而工会成员也表示，伊目前已经离开公司。他刚刚已经打包，然后跟公司清点东西，他已经离开公司了。我们觉得，郭子嫣行为固然有适当的地方，可是截图的人，他才是其实真正有意造成社会大众恐慌的人。工会成员表示，任评会中郭志恩澄清绝对无霸凌意思，工会认为公司过度放大事情言行，优先寻求公司内部管道申诉。工会是不是采取一步法律行动，有待历史研究。向劳动部申请裁决，以及向法院申请民事诉讼，这几项我们都会考虑。和平义务的效力是等到我们劳动部那边如果有进行申诉，结果出来之后，会再看它的法律效力。当初双方签订3年来无发动罢工再来和平协议，不过罢工结束不到1礼拜，2名员工因为争议言行遭到开除。工会表明无排除向劳动部提出不当劳动裁决或者是民事诉讼，是不是拍破双方和平协议？工会强调，高有法律认定，无希望大方面指控公司引起争议。劳动部也表示，和平协议是不是唯有爱由民事诉讼判定？目前网络上也超过1000人发起联署提案，要求修改民航法，航空公司确实发生劳资争议，并参加国际航权分配。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头路国族人因为不满经济部延长亚洲水泥伫新城山矿场会当继续挖矿20天，因此提起行政官司。经过2年审理，昨透早平盘，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撤销。不满阿年当年开矿危及身家安全，花莲太鲁国族人顶个月到股东会，当着董事长的面抗议。族人伫2017年，因为经济部无顾反对核准阿年矿权延延20年，先提诉权遭到驳回，搁提行政诉讼，再去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宣判撤销诉权决定，加权处分。这个案子是我们全国第1例，因为智商同意权而进到的这个诉讼当中，也是第1例就获得胜诉的一个判决哦。全台湾173个矿场，超过一半的矿场都在原住民族的土地上。律师表示，审判长也特别在宣判时说明，本案无进行原住民基本法第71条的资商登记参与权。拍下官司的太鲁国族人真欢喜，不过也烦恼，目前有6个部落有资商登记权，临时在炭卡受冲击上大的部落来决定。喜的是，我们的权益在法庭上被看见了；忧的是，我们势必又要被分裂一次。矿下这个也是我们的部落，有关技术安全也是我们的，为什么要让外面这5个部落来决定我们的生死？在被告经济部回应，等收到判决书了后，才决定下一步。判决书还没收到嘛那等到我们收到之后呢，我再看看再怎么去做决定这样。而阿年成为行政诉讼的参加人，对安尼结果真遗憾，不过强调会提出上诉，并指出依照现行矿业法，矿权展现并无适用原基法的相关规定。协助族人的律师谢明武是表示，现行的矿业法确实对业者有利，就算展延处分撤销，阿年也先继续挖，显示矿业法充满着霸权，应该要赶紧修法。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的水气有减少所以雨就会较停咱来看卫星云图，按云图顶头会当看到水气甲前几日相比，已经明显减少真侪，所以从今日开始，西南风会豆豆减弱，不过中南部落雨的机会也是较悬，只是讲水气减少，所以落雨的范围嘛会缩小到山区，也阁有沿海地区尔。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不过过到了后，同款爱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若拜6礼拜，明仔载后日要休困日气象局特别提醒乡亲，自明仔载开始到后礼拜4，天气拢足热的拢足烧热的，咱全台湾就亲像在航寒季同款。
台湾是热假，也毋过伫咧希腊北部落大水雨，造成7个人死亡。中国的南部嘛，因为落大水雨，有将近要活8万人互撤离。中国嘛有发出黄色的警告信号，讲这2天雨会搁较粗。加上食了个物资紧搬就船出发救援，中国南部地区最近大雨落袂停，有几内省拄到历史以来上大的雨侵袭，其中湖南省甲江西省上严重。即阵疏散的总人口已经要过8万人，超过1600间厝毁损，预估损失有26亿人民币，差不多新台币110亿。中国中央气象台12透早6点也针对南部甲中部真侪省发出黄色预警信号，未来2天将会出现强对流的天气。一天的降雨量会达到100毫米以上。鄱阳湖的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是涨至了19.07米，超警戒水位。镜头转到 Greece 北部，当地时间7月7日暗时，拄到强烈的大风雨侵袭，风势有够大，将强电的线路拢吹歹去，世界拢用看到被扣起来树仔甲厝遐。灾情上严重的所在是伫咧观光景点 Halkidiki 半岛，有6个观光客全无命，还有一个8岁查甫囡仔因为走白虎去互餐厅的厝遐地着不幸过亡。当地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中央派出100多个救援人员。Διάστημα 10 λεπτών καταστράφηκαν τα πάντα. Σε πολύ μικρό χρονικό διάστημα χαθήκαν ζωές χωρίς κάποιο λόγο. Δυστυχώς δεν μπορούσε να το προβλέψει κανένας, ήταν πολύ δύσκολο. 过来看到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因看到海面已经出现小型的加利亚风，美国国家风台中心预测，即阵伫墨西哥湾北部的热带性低气压随着会正做风台，估计伫13的时阵会侵袭路易斯安那。当地上大的城市 New Orleans 7早就已经落正大雨，每点钟的雨量达到213毫米，造成真侪所在淹水。New Orleans 市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且呼吁民众未来这几天尽量较莫出门，而且已经传食物尽力防灾。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咱国来关心台南市目前本土天狗热有8例，防疫人员伫开山里消毒的时，发现一间无人住的厝内底蚊仔有够高。针对着空厝要安怎管理，即马是按算讲要用空翕机来找空棚。地下室内底乱七八糟拢是水，而且阁有真侪水池。另外一个区域阁有真侪蚊仔，就算讲是真有经验的防疫人员，伫铁门拍开的时阵嘛是带一着。台南中西区开山里这栋荒厦主体，内底蚊仔甲水池的数量是台南市今年数量上侪所在。它的地下室整个都是积水，而且滋生了非常多的埃及斑纹，还有决绝。现场就是空屋一打开就是非常多的斑纹。这啊，这种蚊大，足侪种嘛蚊大，嘛是惊啊，足侪人才足侪人着啊。台南目前累积8例本土性天狗热的病例，其中有6例甲开山里有地缘的关系，而且发现有大量的蚊甲水池的主体嘛伫开山里。防疫人员真紧张嘛特别注意，毋过嘛认为这种看袂到的所在是防疫一个大问题。除了提醒民众定期甲积水物件摒掉，嘛出动空翕机来看较无人去的区域甲地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在跟那个交通部那边进行一个申请，那相信这几天的话也会经过交通部的一个核准的部分，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更大范围的空拍部分可以把这个滋生源的部分能够彻底的解决，那把这个疫情把它抑制下来。市政府利用空翕机，已经发现4个楼尾顶水台挂落来变做大型积水的物件，阁有天狗菜园铺的拢会靠到积水顶顶的状况。目前嘛已经向民航局申請禁航的地区使用空翕機，擴大範圍來調查。記者綜合報道。為着要應付常常發生的暴力事件，國防部隊從6月份開始，已經予佇總統府徛的憲兵配合用電擊槍，會使嚇驚歹徒。去年9月份，一個查甫人驚講要甲總統府外口的憲兵來問路，所以用提刀出來共攻擊，當場去用抓起來。為着要應付這種突發的攻擊，也是真正抗議的事件，從6月份開始，國防部採購拋射式的電擊槍，予負責保護總統府等等地點的憲兵來使用，在緊急狀況的時陣會使用來反恐。算是一個直流的高壓一個電磁的脈衝，對，然後。那個在攻擊到人體的時候，這個電流部分它會停留大概2至3秒，那也會就造成人短暫的一個麻痹的一個狀態，大概2至3分鐘。它對於我們人體的那個心室的那個顫動，
的这个发生的状况会相对的会降低许多。发射了后，电波的声音表叫，这支电击枪是国内抽象设计生产的，重量无甲500公克，有倒秘密的录影机，使用充电型的电池，会当连续供电，而且阁会当使用电极探针、咸姜粉、咸姜青籽等等5种。辣椒粉它是算是一个扩散那个射击的一个部分，它是算是在一个短距离对一个多人的一个处置的状况下来使用。那辣椒弹的话是对单一个人。在这个正前面的部分可以再另外装一个准备射击，但是一般在执行的时候前面是不会，因为以防走火。因为进前发生铁路警察李胜汉执勤的时阵去互台视的事件，外界关心宪兵警察人员应该要有配非致命性的武器。目前已经有企业捐电击枪，予铁路警察局强化警察执勤的安全性。而且宪兵除了采购新的电击枪以外，佫包括军备局制造的棍仔、棒枪、甲咸球水等等的装备，会当看状况来调整使用。记者综合报道。之前伫网络流传行政院长苏贞昌去甲过往的警察念乡的时，名签刷了后刷蛋笔的影片，毋过经过调查，这影片是假的。毋过高雄市的调查处一个姓简的副处长无经过确认，就甲这影片打出去，即马伊封调职。行政院长苏贞昌签名了后，蛋笔的这段影片引起大家讨论，甚至阁有人讲这是最近去悼念因为公务死去的警察时阵发生的代志。这么明显移花接木的恶质行为后，再一次的大家来唾弃恶质的假讯息传播。落尾证实这段影片是互人乌白传的假消息。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回应指出，这种行为真正是真恶质。毋过负责处理假消息的调查单位，煞嘛传出讲安尼散布假消息。高雄市的调查处一个涉案的副处长，正在伫军组内底转传影片，落尾去互调离开主管职。法务部长蔡清祥嘛伫今仔日出面表示讲，针对当日无查证的散布假消息是真心痛。在没有查证的情况下就转传。那么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十分的痛心。少数的同仁对于工作认知不清啊，那么对于这个处理的工作情形啊，都得到外面的一个争议。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检讨，处罚的部分由调查局他们依法来处理。部长嘛讲，希望当日会当甲这个假释记掉咧，加倍来拍拼。开始查汇款的时阵，阁要保持行政中立、公正执法，尤其是处理假消息的时阵，嘛爱勇敢来承担。若是查到迄天有23间网络媒体，拢有开一篇今日蔡当局霸道不管，每年民众轻松播出的文章，引起中国入侵台湾媒体的议论。调查局回应，这个代志甲国安有关系，已经交予国家安全维护处等等的单位来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总统初选前鸿海党市长郭台铭这2天的情绪是真激动。针对某一个候选人这次边所做的民调监听报告泄露出去，郭台铭是怨叹讲，伊家己甲韩国瑜的民调差遐济，就是因为有绿营的支持者灌票予韩国瑜。国民党总统初选小镇的气氛是增加热扑扑，前鸿海党市长郭台铭的火气嘛愈来愈大。早起去桃园的市场拜票，伊继续骂讲，中央若是无改革，敢若会离少年人愈来愈远。尤其是即马佫传出讲，有某一个参选人阵营派出来观察员记录民调资料做成的7月7日监听报告所流出去。那中常委烦恼讲引起初选民调无公平的议论，郭台铭嘛愈讲愈严。一天我就拉开跟韩市长拉开7%。今天我郭台铭做什么了？如果小英政府灌了这么多大量的这个票进来，这个的民调，所以他不是民意。我们大家平常心啊，不要对民调有任何的干扰行为。反正已经经过这半年了，连规则都改过16次，朱立伦都接受了，就是保持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朱立伦的态度嘛是同款真冷静，但都是对郭台铭最近伫专访的时阵，情绪激动流目屎的代志。朱立伦加讲，敢若是初选尔，无啥物好哭的。初选的气氛真紧张，传出讲民调领先的高雄市长韩国瑜，毋若车闸先开直播，呼吁支持者15的时阵毋通收过热情来包围党部。今仔日嘛表示讲尊重民调的结果。我讲民调
它有一时一刻，还有不同的事件、不同的背景，所有的民调出来，我都个人予以尊重。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到7月14结束，党中央会伫7月15来进行民调开封走数据，而且专程直播要来拼初选结果公开通光，避免去互外界来做文章。记者综合报道。2019拿坡里世大运伫咧射击混合双打10公尺空气手枪项目摕到金牌的叶爱文，也个郭冠廷伫昨昏返来台湾啊。中华队战！拿坡里世大运台湾射击队甲部分台湾岛选手在暗时返来台湾，其中伫射击混双10公尺空气手枪摕到金牌郭冠廷，甲叶爱文摕到金牌欢喜翕相。然后是还好到最后，自己心态要稳下来，然后有看到他们有不少失误，这样子才把分数拉开来。越到决胜点的时候，就是心跳起伏会大，不过还好那时候学长稳住，而且是超稳。这届世大运中华射击队就摕到3金2银1铜，金牌数甲奖牌数拢是第一。那台湾岛拼射项目嘛摕到3面银牌。搁伫拿坡里参赛台湾选手嘛继续传来好消息，外号也是球王的詹俊兴，伫网球男单8强赛以6比1、6比4拍败德国选手，顺利进入4强。那台湾女双李亚轩甲李佩琪则拍到第3盘超级抢战，也拍败香港进入金牌战。伫射箭同款有好消息，环球强男团混双甲复合强混双拢顺利过关，进入金牌战。台湾走上紧的杨顺汉伫男子200公尺准决赛开始走甲过关，拢有精彩表现。毋过来到第3跑道，伊的速度煞变慢，最后50公尺已经消失伫画面，差不多是豆豆走的通过终点，互人烦恼伊的身体状况。落尾杨振汉无得进入200公尺决赛，毋过教练讲伫赛完时有感觉改变无爽快，后壁才走较保守。毋过赛400公尺接力赛，也是甲队友斗阵拼奖牌。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民众质疑香港上大间的电视台 TVB 报新闻的立场较外警方，所以嘛发起抵制红色媒体运动。香港反送中群众抗议同时，也对所谓群众媒体相当感冒。抗议时当然看到，包括红色媒体 CCTVB 转台顶标语，考察香港上大电视台 TVB。伫7月期间报道立场偏向警方，已经亲像中国党媒，用是 CCTV 的附属频道，抵制行动愈来愈厉害。网友诉求生理人贴图 TVB 的广告安那无具备，传出运动饮料爆矿礼拜二第7方回复网友的讯息当中表示，因为社会情势，已经决定抽掉所有的 TVB 的广告。它主要的收入的来源都是从这个广告当中，所以我们就用我们实体的力量去抵抗。我们看到这个保抗力，然后这个Pizza Hut他们都有一些回应啊。不过，过了一天，保矿礼拜3伫脸书发出声明道歉，无进一步说明真相是啥物。必胜客是大文写着免问只要信，其网友齐赞老话，或者指出 TVB 伫香港的独占率达到80%以上，伫中资收买成为上大股东了后，立场转变开始引发香港人真大烦恼。不过，生理人目标客群锁定少年人，有抵制消息流出来，判断主因也是顾虑商业考虑。广告有时候呢，他也会考虑就是能不能跟自己的目标的观众去接触，特别呢，好多这个商品啊，他那个目标观众是年轻人，所以呢，当这种情况讲出来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会各取所需吧。这生理人得到香港网友的懊恼，前特首梁振英是伫脸书批评曝光率不分黑白，呼吁全国消费者全面抵制，或者分析这毋是个人身份的发言。梁振英抛文代表着官方公权力做出反击，说起这生理人可能遭到中国方面的抵制。不过，安尼一来一往的抵制，伫学者看来，拢是相当的悲哀。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第41届人权理事会第12要结束之前，有22国的大赛，针对新疆的再教育营，因做过写批，要求联合国处理。
这场会是写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赛克甲人权事务高级官员巴舍来的。这后面有20个国家的驻联合国大使共同签名，内容针对中国新疆的再教育营，以及对维吾尔人甲其他少数族裔的人义拘禁、广泛监控甲限制提出高度关切，并呼吁中国允准因自由活动。外交官员表示，今日以公开批临时宣导正式声明，也就是维权人士愿望的提高表决决议，主要是因为各国政府反对中国的政治甲经济反弹。这位外交官表示，这是对新疆问题第一摆集体回应。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协会这摆有22个国家署名反映出国际对新疆情形的关切增加。2016年时，美国也曾经带头对中国提出同款的声明，当时签署的只有12个。我们伟大的祖国多么广大！中国对再教育营的解说，拢讲是一个训练中心，对禁毒、极端主义、培训新技能有帮助。去年8月，联合国人权专案小组收到可信的报告指出，差不多100万人甚至更加多少数族群穆斯林被集中改造、强迫吸收汉族文化甲语言。中国政府面对各国之机，也阁带记者进入采访，不过明显无被采信，因为这封批最后讲到要求中国允准联合国甲独立国际观察员有意义接触新疆。记者综合报道。美国非法移民的拘留所环境歹，同人知。一个瓜地马拉的负责人，伊带伊岁半的查某囝伫咧遐互拘留，说目睭金金，看囡仔破病死去。这个负责人初10去各国的听证会，讲甲目屎流、目屎滴。Todo el arduo trabajo de los médicos llegó demasiado tarde. Mi María murió el Día de las Madres. 瓜地马拉妇女 Juarez 和对甲美国众议院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小组委员会讲到失去查某囝的疼，伊是因为烦恼人身的安全，才带19个月大的查某囝玛丽的对瓜地马拉走来甲美国，申请庇护了后被关伫咧冷冰冰的监牢过6天，了后被送往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拘留中心，和30个人关做伙。资本健康的查某囝开始破病，Juarez请求医疗协助，但是拢无消息，等甲被放出来已经袂赴了。En los centros de detenciones, como ICE, es un lugar terrible y no es un lugar adecuado para tener a niños encerrados, como si fueran animales. Juarez 真激动表示，出席这场听证会是希望带来改变，让大众知影，伫咧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拘留之下，是原尔残忍甲无公平。民主党议员炮轰政策残酷，共和党议员是为边境执法人员辩护。This administration has criminalized families and is now operating a fundamentally flawed system that is systemically separating families and engaging in human rights abuses on U.S. soil. I've not seen a single cage in the way that it is being depicted. I'm seeing ways to try to separate people and keep them safe. And we demean the process and our Border Patrol agents who are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国台非政府组织嘛出席听证会，讲拘留所内面真垃圾阁真钱，红衣仔就连叫主都无通换，真凄惨。边境保护官员是讲，最近敢若伫南部边境拘留200名无人陪伴的囡仔，比起5月2500个人减少真多。反映出资金增加了后，联邦卫生机构已经有能力扩大收容人数。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这轮检探，荷兰有一个工程师，伊开3亿欧元去全世界头一个伫海岸会浮的牧场来饲牛。今年5月份开放参观，咱嘛做伙来去。鹿特丹的美文黑森港海岸边啊，铺伫海的这个30楼高的建筑，会当讲是荷兰循环经济展示。建筑厝顶会当收集雨水，边一大排太阳能面板，会当提供规栋建筑所需的4成电力。上顶头的空间会当饲40只鲮牛，一天会当生产800公升牛奶。因遮的饲料是为当地高尔夫球场甲鹿特丹卡球队练习场来的。靠当地吉比鲁制造商用过谷甲马铃薯皮自动蓝做伙，再用输送设备送去食物都准做。定时定量的送货零牛车，当然精牛奶甲饼晒工作，嘛增加好加气处理。那牛奶制品制造区都伫漂浮牧场的中央楼层，直接卖去鹿特丹的餐厅甲超级市场。
参观的人袂当伫现场直接被无经过高温消毒的污染。另外，摆设品会用回收，又搁做备料使用。 But now we know that transporting all this food all over the world is really polluting the world. It's doing damage to food quality, it creates food losses, so we have to find a different model. We have to bring it much closer to the citizens. And that's what we're showing over here. But that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than it has been done ever before. So the biggest hurdle was to convince people that we should change this model. 甲新山古林牧场为郊区也是乡村包到城市河边，也即是海岸边。业者认为会当责任减碳，袂当替气候变迁、海面变悬、土地减少问题找到解决方法。不过，研究人员就指出，这个生产方式可能较适合用在农业，唔是畜牧业。 These are animals that we all like, and then we like to see them in the meadow, and then we bring them into a very industrial environment. And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that many people think is not the right direction for livestock farming to go into. People will probably want animals to walk in their natural habitat, or something that looks like a natural habitat. 温哥登设计漂浮牧场吸引全球注意，已经为纽约、中国、新加坡来人介联络。记者综合报道。40多年前，伫希腊出土人类的骨头，最近有重大的发现。德国科学家讲，其中有一个是21万年前的骨头。 1978年，科学家伫 Greece 一个坑发现2具破去的头壳骨，毋过外形还甲真严重，用迄当初的技术无法度判断化石的正确年代。 They were discovered encased in a rock called breccia, so they needed to be cleaned from this rock matrix, and this was quite a difficult process. 下国科学团队决定讲要重新研究，用上先进的电脑模型技术，配合游戏定理法判断头骨的年代。 We can now produce a CT scan of these specimens and use virtual anthropology techniques and special software to try to restore the specimen to its original anatomy. 结果发现，其中一具阿普蒂纳土的标本是尼安德塔人，年代差不多是17万年前。毋过，互科学家采集到的另外一具阿普蒂纳湾的标本是现代智人，年代差不多是21万年前。这是欧洲大陆，嘛是除了非洲以外，发现上老的现代人类遗骸。 It seems that this early expansion was actually earlier than we originally thought, and that it reached all the way into the European continent, which we did not suspect before. 最近这几年的研究表示，现代智人第一波离开非洲的时间点，超伫12万年前，一直到差不多7万年前，大规模移出非洲，向欧亚大陆甲太平洋来刷叮当。毋过，即届发现会阁改变现代人第一届迁出去非洲的时间，嘛比原本推测的阁早真济。记者综合报道。食薰、啉酒、步冰糖、感冒，南投市卫生局就甲幼稚园合作。 进行宣导活动，希望囡仔去影响大人。小朋友大概是真欢喜，耍到闪避球，拍动了生活爽爱的部分，啉酒、食槟榔有害健康的标志目标，就使得分咯。过来，咱来排队透着扣扣啊，目标嘛是健康风地的宣传标语。扭扭车，还有套圈圈，跟丢不好的东西。 那是要做什么呢？要知道2手烟还是3手烟不好。南投卫生所是甲幼稚园来合作，透过来特别设计游戏关卡，要让囡仔在佚佗当中了解部分啉酒甲步槟榔的歹处，更加要透过囡仔将正确观念带回去厝，分享给厝当中的人，是为了上好的宣传大使。我获得是肺。 那要怎么保护呢？如果抽烟会对身体不好，还有跟喝啤酒一样。如果是用宣导式、教条式的让小朋友听，可能会没有办法完全吸收。那我们希望透过游戏的互动中，让他去体验。像我们小孩，他透过玩游戏之后，他就说，我爸爸也要来学校上学，因为他有抽烟。然后我说，那你回家怎么告诉爸爸说？我要告诉爸爸说抽烟不好哦。烟酒、槟榔对身体危害是真大，透过这有趣味又有教育性活动，希望讲用囡仔力量来改变着家长因的生活习惯，创造一个清洁环境。记者综合报道。
那屏东县政府因新办理国际青年领袖高峰会，今年有10个国家54个少年人来台湾，让在地学生囡仔有机会会当甲外国的学生囡仔用专英语来交流。学校原住民社团跳传统舞蹈热情欢迎来自世界10国54位青年到屏东。青年领袖高峰会一连3天在台东高中开办，这是一场全英语的交流活动。然后在地学生甲国际学生有机会练讲英语，也通互相熟悉国际文化、地理风俗无同的所在。That we really respect elders, just like how Taiwan is. 他认为说台湾跟印尼其实是有点相似性的，当然就是有一些文化的价值啊，他很希望说可以彼此互相交流。我是就是新移民子女啦，就是看能不能在这边也能学到多少，然后回去也能跟妈妈家乡那边就是有不一样的接触。希望能够借由这个青年领袖营，然后能够学习其他地方的文化，也能进而在这次学习过程中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传达出去。今年活动以竞争甲决策做主题，希望透过双方面的交流，启发世界公民的意识，拓展国际视野，也通行销台湾，走向世界。屏东县长潘明安也亲身主持开幕，望透过活动，让外国学生感受到在地人文，爱台湾也爱屏东。这连续3天的一个基地营，让我们的同学们，让来自其他国家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屏东，可以尽情了解屏东，爱上屏东，更了解我们国境之南人的热情。最后，潘明安也特别传台湾原住民的破手礼、玻璃珠破链来销送，和国际学生做伙翕相，大声讲“我爱屏东”。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大家沿海是咱台湾唯一赤喙仔休困生团的所在，过去产量减少真济，5年前开始复育，即马有看到成果。住伫咧台中大甲沿海附近的居民，伫咧海埔挖出真侪赤喙仔，这是台湾才有的雷亚卡品种小眼花莲格。即阵会用有这的收获，居民拢真欢喜。最起码比以前较好足济就对。过去哦，头多拢是1-2斤尔，即马头有3-4斤，就足好的啦。8年前，因为有工厂偷偷排废水，特殊清白渔港南北边的赤喙仔大量死亡，加上采集伤过头，产量才会大幅减少。5年前，台中市议员吴敏济到议会提案，要求市政府进行雷亚卡在流放复育的工作。在咧市府的斗相共之下，按103年到达，已经流放750万粒的雷亚卡在，赤喙仔的产量才大大回稳。以松坡港的南侧跟北侧来做比较的话，南侧这边是有做保育的，北侧是没有做禁渔的。那有做禁渔的话，这边就可以抓得到种贝。我们是不是请市府来规划？成为一个生态旅游区，来提供给我们全台湾的民众，甚至国外的民众来这里做生态旅游。专家也表示，即阵进步区内面的赤喙仔数量差不多比永春增加4成左右。那今年差不多会再放流400万粒的雷亚卡仔，估计7月份就会从进步区开放，也会继续关注赤喙仔的成长状况，而且向渔民宣导保育观念，希望让赤喙仔永续成长。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北市信义区有所在粉鸟仔是坐甲无野法，毋若炒鸟仔屎是放甲贵个。市长就讲，这问题10外冬啊头出听。河旁面店去互粉鸟放甲贵个，这是台北市信义区公基里的海华社区，长期去受到粉鸟的影响，毋若叫的声音真吵，而且连大个所在冷气孔拢塌掉咧，互当地民众真正是害惨。鸽子太多了，而且那个粪便实在是受不了，一大很厚，而且夏天那个味道，一风一吹来很臭很臭。因为家较凉嘛，它要找凉的地方啊。所以很多啊，然后鸟屎啦，什么很可怕的。当地里长表示，粉鸟的问题已经困扰因10外冬，过去捌用红色的机仔想要来甲伊赶走，毋过效果是真有限。里长嘛家己捌斗3工来掠粉鸟，说去互爱心人士来检举。毕竟不是100%的人都会反对说鸽子的那个，还是有爱心人士，他们还是不希望说把它驱赶或怎么样，可能是
没有，它没有深受其害吧？还在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园喂鸽子的，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它有一定的数量。郭文铁讲嘛是爱呼吁大家，唔通伫公园饲薰鸟食物件。进前搁捌军生笑讲中秋节会当烘薰鸟。台北市动保处是表示，鸟鼠达必须爱放伫鸟仔会当徛咧的所在，才会有效果。按是要到这个鸟网啊，是比较有较困难淡薄啊。防鸟网通常要经过整个大楼管理住户的同意啊。对，那其实我们在野鸽的这种友善驱鸟的宣导上，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一个公寓的住宅，有一些人他不喜欢鸽子，但有一些人很喜欢鸽子，还会在自己家阳台喂。李柳讲，伊嘛是真无奈，其实毋是所有的住户拢支持要甲薰鸟赶走。动保处嘛是呼吁民众，毋通搁来饲薰鸟食物件，才会当解决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南投鹿谷的溪头、呆呆茶园、甲红红谷的鸟仔园，拢是真出名的景点。也毋过对当地乡亲来讲哦，噪音啊、塞车、空气污染的问题是拢影响因的生活。所以公所即马按算要伫咧门票内底扣10块的观光税。啊，若假使甲主席在政部有核准、有通过，会是咱全台湾头一个。车排到路长，真无简单。前日要园区内面人嘛是不定啊济。若到连续假期，南投鹿谷就真侪人甲车入来，除了噪音，还有空气污染。当地人怨叹，若到假日交通都袂顶袂动，拢讲生活品质影响真大。过多的人潮造成地方一些环境还有一些设施的破坏，让我们地方政府无力去负担这些的维护。包括溪头、呆呆茶园和红河谷鸟仔园是上界受欢迎的3大园区。其中溪头观光人次105年有162万人次，106年167万人次，107年来到172万人次。其中人上最热，107年7月达到逐个月19万5千人次，8、9月逐个月拢突破16万人次。公所规定自治条例，要伫3大园区每人每届随门票扣10块的观光税。对他们生活上其实也造成一些不方便。所以回馈一点点给他们是应该的。我们是会编入预算，然后用在改善一些交通啊，或是一些环境方面。香港所表示，景点的四周边交通冲击严重，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车和人伤过头集中，除了道路磨损严重，环境冲击和噪音拢是生态以及当地自然的震动负担。但是核定开定会专款专用伫咧景点设施的维护，目前自治条例代表会已经通过，会送到南投县政府同意笔章。条例的适法性。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完成备查程序以后，他们就可以公布实施。公布这样的一个用途，大家如果都认为这样的用途是好的，也就会继续支持。学者认为，台湾有真侪热门的景点拢有类似的影响，对适当收观光税抱着正面的看法，建议加强和民众沟通，以及加强景点改善。南投县政府表示，乐观其成，目前送到财政部核定，若是通过，鹿谷会变成头一个开征观光税的乡镇，未来嘛不排除伫咧其他乡镇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空气品质，什么是好，什么是歹？这标准是伫咧民国101年设的。为着要改善空气品质，环保署已经提出新的标准，包括营业粒啊、PM10、二氧化硫、臭氧，这标准拢有提悬，有变较严。不过外界关心营业有粒啊、PM2.5，煞同款拢无改，这是引起环保团体不满。即摆的空气品质标准是101年修正的，头摆甲公布营业 PM2.5，一年平均达到24.0达克入去。现出时，行政院环保署提出新的标准，包含讲设立营业 PM10，还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规范的标准拢会变悬。大家上关心的 PM2.5，一年平均也是24.0平均，拢维持1公尺4方15微克的量。环保署表示，虽讲整体的空气品质有改善，西部也是真歹达到15微克的标准。我们是希望4年后能够达到这个到15这样的一个目标，然后在空污法里面对于空气品质标准是没有法则，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努力的目标。
去年全台湾 PM2.5 浓度上悬的县市是云林县、嘉义市甲台南市。云林县受到河川营业影响，其他两县市虽然无固定污染源，不过伫咧空气污染方面，目前 PM2.5 伫15微克以下，包括台北、基隆、宜兰、花东甲澎湖，敢若6个县市有够标准。环保团体认为 ，PM2.5 的标准要搁较严格，应该要调整到12甚至是10微克才会使。国内的实证研究既然已经证实了15微克不足以保护国人健康，我们更应该往下修。可是我们不能因为现在达不到这个12或10微克的年均标准，就不往下修订。环保署认为，要面对即马社会真正的情形来定标准。不过，环保团体认为，应该定出更较严格的目标来拍拼。但是，环保署也坦白，支付减污染的空气污染基金明年会减少。若要伫降低空气污染开更较侪亏力，钱要为倒位来？环保署表示，目前会提悬空污费率，嘛会尽量把基金开伫上要紧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上垃圾的海岸伫咧倒位？有环保团体开一冬的时间，发现上垃圾的海岸线头3名是新北的瑞丰、中华大城甲台南青草仑。到底我们的海岸上有多少的塑胶垃圾？那这些废弃物最多的地方累积在哪里？塑胶干仔废弃的鱼网仔浮球堆伫咧海边啊，致使海岸景观变调，嘛对生物造成环境污染。环保团体绿色和平和荒野保护协会用一冬的时间进行快筛调查，找出海废热点，发现台湾上垃圾海岸线第1名是新北瑞丰，伫咧台二线83.2公里海岸段，每100公尺都有142地粪扫。第2名是伫中华的大城，第3名是伫台南的青草仑。尤其是北海岸跟西南海岸，它的生活垃圾的量是远大于东海岸的。这些塑胶制品到达环境中，它就碎解成为塑胶，那就会跑到环境里面，或是进入食物链。环团快筛调查统计出台湾海岸差不多有646吨的废弃物，其实有半数拢堆积伫10%的海岸线顶面，污染以北海岸和西南海岸上较严重。但是海废治理的困境是伫咧欠缺统筹的组织机关，像讲新北市的北海岸管理单位分散伫新北市环保局、国家风景管理处、农委会林务局等等，所以呼吁环保署和海委会制定海洋废弃物管理办法等规范，便利预算带头清理。跟这个民间团体还有这个环保署，我们有成立这个台湾海洋废弃物治平台。那例如说，像我们环保署跟这个水利署，我们就会加强在河岸还有河川的这些废弃物的进入。渔业署的话，它就是必须要对这个渔网建立一个回收机制等等环保署回应，去年已经成立海废治理平台，下部会整合分工。海委会已经制定出管理的中长期计划，是不是要立法？会搁和海委会讨论。目前会优先针对环团调查的海废热点，研究深度作业，并且对塑粪扫源头达到有效控管。记者综合报道。针对高铁春登到屏东，交通部阁提出2个新的方案。路线会经过小港机场，也是高雄火车头，目前等咧审议。来自屏东的陈小姐有着大行李，要坐高铁转去。伊讲每一摆转去屏东，毋是要伫高雄转坐客运火车，就是爱包家庭车，真无方便。希望高铁能延伸到屏东。坐到高雄左营，再转车，要1个多钟头啊！对啊。因为如果再坐捷运的话，包计程车就比较快啊。应该是要考虑那个建造到屏东的成本，然后再考虑那个回收的效益，再决定会比较好一点。经过铁道局内部资料，高铁南延屏东有4个方案，其中按照差出甲左营南延2案。交通部调集专家开会了后，拢认为财务无法度支持，可能性不悬。铁道局阁提出第3案，经过高雄火车站以及第4案经过小港机场案，因讲是将路线为郊区扭到市区，希望服务的路运人次能增加。屏东的运量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的可行性是并没有达到一个可接受的一个标准。从国土跟区域发展的角度来去思考的话，整个政策上的考虑放到里面去。部里面已经开过1次审查会，已经在做具体的审查。那我们也尊重审查会的意见。那目前也在修正中。那还没有定案。
交通部证实各方案拢在评估中，也因为地方政府有无共款的意见，爱搁汇整资料，按算伫近期将计划报甲行政院选定方案，应启动后续可能性评估。学者表示，这两新方案因为经过市区，成本会增加真多。那现在用的这个走市区里面，那整个成本更高，那服务的人没有差太多嘛。但是对于这个方案的评估，仍然要用专业的方式去处理。学者认为加提方案是好事，不过评估若是后续报告，无应该强行推动，应用优化代替转机或者是客运专车来解决屏东的另外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客运的司机哪使哪多久，疲劳塞车的问题要安怎解决？即摆有业者是按算讲，应该嘛，互客运上车上驾驶。公路总局表示讲，目前正在研究。大大广告就搭伫台中中港总运站的大厅内面，提起乘客若是要来回邦桥甲高雄，会伫咧台中休困差不多10分钟了后，才搁转换另外一台车。这是统联客运北高线试办的上车上驾驶轮替方式，对去年5月实施到这阵效果真好。拆成2个区间服务，并由2位驾驶以及2辆车辆分别完成服务，以改善单一驾驶执勤。短程的话比较不会那么疲劳。顶个月，阿罗哈客运发生3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的重大国道交通事故了后，再度引起各界关心国道客运长途驾驶容易过路的问题。即马除了统联客运试办上车上驾驶之外，阿罗哈客运嘛要规划北高线经过台中条码的客运班次，拢伫台中换车换运将来减少驾驶的工时。国光客运是除了自本的武陵、阿里山赏花一日游专车采用上驾驶之外，嘛咧研究北高长途客运伫台中换车换运将，按算上紧这个月底提出申请。有一个人可以替换的话，当然就是说一个在开的时候，另外一个可能在休息啊，对啊，那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南部的车考虑到肥头车的话换司机，那这样的话就能够符合劳基法。不过要实施上车上驾驶，业者认为嘛爱解决欠工的问题，才有可能落实。根据客运业的评估，目前阁欠500位客运司机。对这点，公路总局表示，对7月开始会伫咧各地巡回举行客运媒合会，上车上驾驶的申请表格规范嘛正在修正当中。未来送公路汽车客运审议会审议通过了后，就会当申请实施，会互业者有统一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刊榜，咱来看今年金曲奖台语最佳专辑奖得奖人是廖淑贤，伊的专辑叫做《西部》，主题是咱台湾西部的嘉南平原，这嘛是伊的故乡。廖淑贤接受公司台语台专访的时，伊是表示讲，这是一张按故乡出发的专辑，嘛展现伊对台语音乐的愿望。最佳台语专辑奖得奖的是廖淑贤《西部》。妈爸，我得奖啊！谢谢。阿强阿强，你伫倒位？声哨加声加声，歌声内面会使听到特别的开口。廖淑贤以家己成长的土地为出发点，创作《西部》这张专辑。伊讲用台语做音乐，其实有一段心酸的故事。咱南部囡仔嫁台北哦。真正无啥物本事通讲台语，爱对人讲国语，对啊，所以当阵你不管是上音乐还是读册，拢是讲国语。啊，尾来43教讲，啊，你家己人，你要试看写台语歌无？讲是啊，安尼我来写看嘛。为写华语歌，到转用台语来写歌，廖淑贤更加清楚台语伫伊心中的地位。我应该用台语去表现，我感觉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佮加一部分。比如讲，本地只是火光尔，对无？甲我的歌词，甲结合做伙，佮亲像火光甲骨头一起连做伙，迄种感觉。廖淑贤讲，伫台语音乐界，伊是头一个将电影音乐甲古典音乐结合的人。伊对台语音乐的发展有正深的愿望。我一直想要甲台语音乐做去文学的程度。讲实在，真正听台语的，因不一定来听我的歌。因为我是做音乐，语言是我的一部分嘛。但是咱是主要，咱也是咧看音乐，这个音乐的态度是啥款？
用台文字写歌创作，也注重道具，这是廖淑贤对创作台语音乐的态度。伊希望台语的文学深度甲亲切感会用继续被传唱落去。记者阿敏珍、陈冠达台北报道。来看今日的温度，先来看是伫咧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外岛是26度到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